花式艺农来看妈祖的传统建筑石屋，也就是石厝，是以前为福建来的先民所起的聚落。新竹生活美学馆特别邀请16位画家到妈祖住5天，把因所看到的美景画落来，要让更较侪人看到妈祖的传统文化。妈祖的海岸用水墨甲画出来，连海影、要石头的花草、流水，拢看甲真清楚。这是导师对话妈祖的写成典，找16位写成画家伫妈祖住5天，将这美景拢记录落来。透过艺术家的眼，去带领我们台湾的民众来去了解马祖。那马祖其实不是只有观光旅游、自然景观这样，它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传统的文化存在。妈祖旧名是妈祖岛，早年有真侪福建的移民来这起真侪特殊的石厝，像北港的金碧、福建聚落，拢保存完整的石厝聚落。透过一摆写成画展，互大家看到这有特色的老厝。自然的淳朴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创作者。这个写成展一直展到12月19，想要看妈祖的自然景色，要人文古迹的乡亲，会使找时间去参观。